那是国家就更加欢迎了，是吗？哎，你信这5大宗教加我们儒家文化，你信都可以。而其他的呢，宗教不允许。啊，这是第三句话。第二句话，第三句话，信教自由，信教也有信教不自由，不信教的，我不信教的自由，所以你要好好理解这个信教自由的厉害。信教自由，我信这些教，这是我的自由。但是我呢也有不信教的自由，所以我们国家规定了，在宗教场所你可以去读经典，24小时读都可以，你要大家读也可以，但是不准到社区，不准到学校，特别是学校，不光什么学校，这是国家有规定的，是不准读宗教的经典，不准读宗教经典。为什么呢？国家有信教自由，它有个要求，18岁成人以后才有信教自由。你现在孩子没有18岁，你强迫他的读，所以你干扰了信教自由。我也可以不信教啊，也可以信教啊，是吧？要信教，到了18岁他自己来信，自己跟着你读可以，你不能强迫他。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国家一个这个政策。学校里你在家里读，你24小时不睡觉也可以，是吧？你读佛教读什么这个道教的经典都可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给予理解，是吧？你在中小学，你要不要在这幼儿园啦，在小学啦，你要设个佛堂啊，那个这个政府不允许的。政府，你在你家里设个佛堂，那你自己信仰，这个就是你信仰自由的，这个政府要保护你的。你要讲经典，讲这些经典，你就到寺庙去，你组织把那个班放到寺庙里面，这个可以的。你不要放在社区，放在机关里面来办，好吧？我们特别台湾的同胞你就知道，你放到寺庙呢，你租场地，你借他的场地经营《金刚经》。什么六祖坛经什么经你都可以，这个政府允许的，好吧？你们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觉得把这2个问题搞清楚了，大家经典推广一定会非常顺利，一定非常有效果。怎么办证，怎么办学校，是吧？国家政策都掌握了，在我们大陆现在是传统文化是燎原之势，整个社会等待我们大家去弘扬传统文化，去推广传统文化，是吧？现在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的大陆的家长都在盼好学校，家长都在观察看哪个学校办得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学校现在还刚刚开始办的这么，你看社会多么认可，现在到处请我们去指导，所以希望我们包括我们宁夏的徐露露，是吧？我们山西的，你们西北部的，是吧？西部的，大家都要回去要把榜样做好。你首先做好一个，马上不要做大了，所以不要做大了。我在这里提出来，怎么办经典教育我6年级就提出了2小2高的模式，大家可以记住2小2高。什么叫2小2高的模式呢？第一，小规模，办的经典学校经典这个幼儿园不要太大，因为5年以后我们大陆的人口要大大的下降，你那么多办那么多教室，将来招人就很困难。你范围太大，你就要接送嘛，接送就增加你教育的成本嘛，又不安全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主张着小规模，不要大。第二，小班制，一个班最好30到35个孩子。小学呢，幼儿园国家规定的15，最多大班只能30个孩子，这是国家有规定的，是吧？
所以小班制、小规模。第2个哪2个？高档次，环境布置的高档次，是吧？因为现在家长要求很高的，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，要环境布置高档次。第2个高呢，就是高质量，一定要高质量。第3个我反对的高收费，不要高收费，是吧？我只提出的是高质量平民化，是吧？你脑不收一点呢也不行了，你适当，是吧？要大家绝大多数有承受能力，不然我们前面搞几年，我前面搞了几年，带了我们的老师，包括在益阳、在云山，包括我们到古国学院，是吧？我们邓老师、易老师他们一起，反正连续是4、5年、5、6年全部是亏的，把所有工资啊什么的积蓄都赌进去的。但是你这个亏下去，做的大家也没积极性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讲挣钱，保证能维持嘛，平衡嘛，是吧？要保证老师，你特别一些老师，你工资待遇太低了，留不住老师。所以我们呢，就保证若有结余。我的观点啊，供你们参考。那么我台湾有些朋友发心来做，那都是公益的，那就更好了。是吧？那我们向台湾同胞学习，香港同胞学习，好吧？好，今天我的回答和大家交流就到这里。那么我们这个班呢，4天，好像刚刚开始，过得太快啊！我们一些朋友就说，刘院长，我们还要继续留级呀，还要留下来呀。我说那就好啊，是吧？我欢迎大家留级就好，是吧？实际呢，大家成绩很优秀，个个都很优秀。所以我们这个班呢，我就简单小结几句啊。我们这个班，第一，我们这一班呢，我们院里领导很重视，我们省里领导很重视，我们唐部长亲自出席了开学典礼，是吧？我们院里面。这个很多老师啊，决心的还是来帮助把这个班办好，是这一个。第2点，我非常的高兴的这个班，我们办了17期了。这个班，我们的学习精神最好，因为有我们台湾同胞、香港同胞的示范作用做得好，好吧？感谢我们台湾同胞的、香港同胞的，为我们大陆的各位老师做出了学习榜样、为人的榜样、礼仪的榜样，是吧？这个是第2个特点。第3个特点呢，我们看整个老同学们听课听得好，是吧？个个都是还做了好多笔记，做了好多笔记。听课没有一个分心的，都是认真听课。这是第4点，我认为我们这个班的特点，是吧？什么特点呢？我们这个大家的交流很好，各方面交流，不光是经典交流，是吧？经典交流，你看这个。第5个，我认为我们这些老师讲课呢，也还是用心的，是吧？他尽量用心，因为这些经典叫经典，它不是，也是我们这么10几年培养，是吧？这个读经的他们读的很多了，但是来讲呢，要讲好很不容易的，是吧？台上1分钟台下有3年功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老师、工作人员，我看也还是认真，虽然受到我很多的批评，但是他们还是，因为他们也都是年轻人，是吧？都还是跟到我，有一些只有1年、2年，是吧？有一些还刚刚来跟到学习，所以在文明礼貌接待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足，但是他们还是很用心，
我看这个。第六个呢，我认为我们的外出考察还是有效果的，是吧？到了益阳，到了岳麓书院，到了第一师范，是吧？看了湘江的夜景，我看我们的考察安排，4天3天学习，课堂学习，1天室外学习。我看这个内容安排呀，时间安排，我认为是紧凑的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啊，我们这个学习效果好啊，我们班委干部带头的好，好吧？我们感谢我们班委干部啊，首先感谢我们名誉班长温主席。你看温主席啊，今年76岁高龄，每一堂课，人家喊他出去他都不出去，每一节课带头听课，带头做笔记，了不得了。我们张班长也是，他是常务部长啊，你知道啊？常务部长主持工作的，是吧？他是当家的，你看，没请一个小时的假，带头学习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学习委员林团长，是吧？感谢林团长，不但要带头学习，而且还要为我们台湾同胞服务，是吧？做得很好，学得很好。我们这个生活委员刘校长也做了很多的协调工作，是吧？我看我们这个班，这个有6大特点。最重要的特点，我相信呢，我们大家来了以后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是吧？形成了，增加了我们中国经典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力量。通过这样培训，大家都提升了，基本的东西都搞懂了，是吧？只有一些具体怎么做拿回去，大家可以创造的。但是形式了解了，政策掌握了，理论掌握了，是吧？经验呢也学到一点了，大家回去肯定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好。所以我们这一次，我认为这个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我认为比预期的还要好，特别是形成了很多好的思想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好多企业老总，包括我们大庆的梁总，是吧？你看他把女孩都带来了，女孩在加拿大读书的，他带来了，结果他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他你看坐下来这么认真。我们好多老总，我们博士，复大的博士也在认真的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好多台湾来的朋友，有一些国学学得很好的，他这里该当小学生，实际他是经典老师，该当小学生，所以我们的学习交流整个效果非常好。有些做了10几年经典教育，也做得很好。有些还是公司的大策划、大领头人，都学得很好。所以我们这个班，我就讲超出了我的预期，认为是非常圆满那么我们整个组织工作的不到的地方、不足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我们呢，结束以后我们要认真总结总结，争取把下一期搞得更好。最后呢，我就还向大家通报这个情况第一个情况，我们这个全球大会第6届大会，今年呢可能召开现在正在落实。如果召开的话，我们会通知每一个我们17期黄埔的学员们，好吧？希望大家带起学生，
发动朋友来参加我们自己的大会，是我们自己的大会。第二个，我们准备暑假举办18期骨干教师培训班，18期啊，现在有泰国的就朋友就报名了，是吧？我们18期，我们原则上呢是原则上是每学期每期是60个人，5到60个人。这一期我们是筹备了，是吧？有80几位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希望，今后我们的这个发出以后啊，有通知以后，欢迎大家呢，这个推荐老师来参与，让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队伍推荐啊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这个班结束以后啊，根据班长的提议，很多朋友提，我们有建立一个大的 QQ 群。我们这个班呢，还是单独的一个小 QQ 群，大 QQ 群里面是小 QQ 群，是吧？大家各种信息、各种经验互相交流，有什么困难你发出来，大家都能帮你出主意，好吧？我们赵老师也坐在后面啊，坐在后面。我们华盛的这个赵老师也是赵总啊，儒家经。